先来做客慢人来了，今日来除了的一位贵宾吼，非常难得到。医美行业，唔过同客家，尤其同龙潭非常有关系。伊都喺龙潭，我关系我团的团长团志飞、钟凤仪团长，欢迎团长。大家好。刚刚我有跟观众朋友说，其实团长唔美行业。可是你跟客家很有渊源，对，爱唐是你公马改哦，唐黑是，因为团长妹黑客家西龙，客家西龙啊，所以生活周遭，尤其你住的周遭，很多客家人。对，我们周遭都是客家人，然后我们的演奏的音乐也是客家的音乐。对，基本上都了了解哈，团长伊同客家的渊源，韩国同音乐同客家音乐嘅演员很用的。俺人呢，都系我用俺人内边的小物来讲故事。团长的第一个小物太太耶，好，所以我们直接放在桌上，不用抽啊哈。因为改上对各种人来讲，我们都会有管弦乐团指挥的这种印象，然后我们也会很常听到啊有这种太子妃噶哦大指挥家，可是大部分人英国同来用看不识哦看不懂指挥是什么样子的工作，然后有些人可能会想得很简单。对不对？就会泰嘎都是音乐家啊，我应该随便挥，你们也都可以演奏吧？那团长还没写图案讲，指挥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好，指挥，当然我在讲指挥之前呢，就想到每次在介绍指挥，我都想到我们在上第一堂课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顾连昌教授就告诉我，指挥的第一堂课要先接受老婆的指挥。才能学指挥哦，要先懂得如何被指挥。对对啊，那回到指挥，就是指挥，它是一个就像真的像一个 leader，它要诠释一个乐曲、一个作品，它让这个作品重新的再生，更有生命力。所以呢，它指挥除了有训练，也有诠释，那也有一个表演。所以它兼顾了很多的一个像一个综合艺术一样。故说对于音乐家来讲，你能看到指挥，每枪那个拍子要准而已。你们的肢体语言，对，我会同大家讲，更加运用的演奏。对，哦，所以也是像除了拍脸之外，也要因为在演出的时候不可能讲话，所以用眼神、用肢体来暗示，所以我们的眼神都很有。哦，也要会说话，也要会说话。哦，对，除了你该数，你该鼓业眼神，所以是整个人。对，你们会传递一种对音乐的感受。对，为音乐家。对，所以音乐家也要 catch 得到。对，指挥在说什么？对，我们指挥，我们乐团有老师团，在指挥老师的时候，我们用眼神跟肢体语言。那我们自己有青年团、有社区团，在带小朋友的时候，那就要用嘴型。对，对，俺刚才有看到，我以为指挥只要一支棒子就可以，其实今天团长带来有好多种，从鸦片都有上机，好啊，这边还有感觉，好像很贵，很高级的感觉。这个指挥棒就是一个手臂的延伸，手臂的一个延伸。哦，啊，这个指挥棒拿起来就是很有权威，但是有的指挥他不用指挥棒，他用手来指挥，这样子。那个差别是自己的喜好吗？对自己喜欢。那通常管弦乐团会比较习惯指挥棒，也比够清楚，对，比较清楚，看得比较清楚。哦，刚刚团长你是怎么去发展出自己的风格？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的风格很用哪个？风格哦，死着就有风格了。不过有过的，你看我们觉得差别都会。这个某朋友，这个只是审美的喜好吗？是它有差别。我们在指挥弦乐团的时候，会用像我这种指挥棒，弦乐团。但是在指挥大的管弦乐团的话，就用这个比较粗一点的指挥棒，或比较长一点的指挥棒。哦，所以等一下拿起来小编制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小指挥棒。在大编制的时候，就会感觉就会不一样。哦，对，我看不出来，我出差别，我只有觉得粗细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对专业就会某用。
对，比较有一点破的，那就让我们在好，对，有时候会生气吗？你有敲断过吗？有，真的常会断，真的是生气哦。不是，有时候不小心太投入了，太投入了。哦，就哈巴维安。对，哦，那你当初啊，为什么会想要学指挥啊？为什么会挑指挥这件事？想要当老大？不是，因为怎么讲？因为我从小在国小的时候，每一就1到6年级我都当班长。结果1年级的老师就跟我说：“张辉，你很有领导的。”哦，吃 C 就看得出来。对，所以加上我在应该是高中吧，国中我们班上有一次参加音乐比赛，然后我就带着大家来唱，因为一唱我就觉得我好像蛮适合这个工作的。然后到高中以后，我在学校的合唱团的指挥。高中就有做指挥，跟哈庸树。对，他们是指挥棒，合唱指挥。然后到了大学就很喜欢。那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就读管弦乐指挥。因为团长开后其实是读军校。对，军校对。我说从小学音乐，不过我想讲会读音乐呢，音乐系没有。军校的有音乐系，真正需要音乐系。但你一开始不是啊？对，我一开始因为我觉得我的程度还没办法去读音乐系，所以我就读政治系，就读政治系读的有点乏味，对，我还是就转系考到音乐系。音乐还是把你召唤回去。对，因为你从小虽然学音乐，不过没音乐班。对，对我国小、国中、高中都不是音乐班，因为妈妈是音乐老师，她从小就很喜欢音乐。又想讲，我不是音乐班，应该比不上。对，睇唔上，佢讀音樂班咧，嗰時候我都去讀嘅政治系，對，讀嘅音樂做唔得，對，還是喜歡音樂。是。後來都研究所，你都會專門研究指揮。路邊啊，後來就真的是走這一行。對。你看到亞嘅黑團裝嘅指揮棒，還有這個一看就知道，原本軍樂隊。對，這是。我也沒台灣的哦，我在陸軍樂隊服務的時候，有一次跟着幼師管樂團去哈薩克演出，然後去演出之後，我們後面就請到哈薩克國家管樂團來到台灣演出。我就請他到陸軍總部來跟我們陸軍樂隊一起演出。他當下就送了我這個指揮棒。指揮會護送指揮棒？對，會，我們當禮物這樣子。那這是室外的指揮棒。這就是軍樂隊。對，專門會用的亞嘅都係1人7個標誌，對，是很棒的禮物對，然後另外還有一個也是國外，對不對？國外的，對，這是日本自衛隊送我的。我去參加日本的軍樂祭，那祭是祭典的祭，不是對，然後他們都在日本的軍樂祭，然後自衛隊送我的指揮棒，所以它的質感就蠻不錯的。你家裡有多少這種禮物啊？蠻多的，很多就會指揮會收到的禮物真的也是很特別。剛才呢，來看天一風團長帶來感覺對於去創業嘅我評係嘛嘅。有關指揮，我們還有很多，等一下可以繼續說哈。先來看看下一個物品，小東西，一支筆，也係鋼筆，對，鋼筆，鋼筆，這個應該，我覺得這陣子蠻多人。有那種復古感覺，想要回去寫字，就會鋼筆下。不過小時候我好怕寫鋼筆哦。這是我記得我國2的時候，父親買送給我的。哇，爸爸會送兒子鋼筆。因為我看大家在用鋼筆字，用鋼筆在寫字，我就跟父親說能不能買支鋼筆。爸爸也沒有說好或不好。就有一天我下課放學回家的時候，我就看到我桌上放了鋼筆，旁邊用鋼筆寫了一個爸爸寫了一個字。因為我父親是國小校長，所以他對於教育對很重視。他就跟我說要善用字的力量。跟爸爸係國小高中，那他是兇的嚴的爸爸嗎？對你的教育都有都有。對。當初你怎麼會去讀軍樂隊呢？怎麼會軍校呢？怎麼會選擇軍校？要很感謝我國中的歷史老師，他
国中历史老师他讲历史的，但虽然我不好意思，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但是我最喜欢上历史老师的课，他把这个清朝末年啊跟民国初年的这个故事讲得非常的动人，非常的感人。我觉得我应该要来从军。真的哇，完全就会输到历史老师给样票，对，哇，让你想要立志对念军校。所以后来会有这个转弯，西嘎妹没有想到对，因为我最后8年的军旅生涯在陆军军乐队服务，那我一直很希望把陆军军乐带到世界上，让世界的军乐队看到我们陆军军乐队。那我也把国外的指挥、国外的军乐队的指挥带到陆军乐队来，让变成一个 international 的军乐队。姑说，其实虽然你大一军校的政治系，不过后来你转到音乐系以后，其实都喺香港啊，会向音乐来发展。不过嘅音乐还比较是军乐，是想要把军乐更让大家听到，对，更多的交流，对，没考试提走诶，对，因为军乐其实它的不管是军歌跟军乐，对于士气的还有凝结力是很重要的。我想到后来转到係客家音樂嘅管弦樂團呀，其中還有非常多的故事，我來聊一下，個繼續來參加團長。好，先是客家 B。發現其實我們有很多客家的音樂，我們就來演奏客家的音樂，在地的音樂，發現大家都非常喜歡，而且很有認同感。先來做客，萬人來了，今日來坐了位係龍潭愛樂管弦樂團的團長團指揮張鳳儀團長，好多團長有講到，農會行到指揮一條路，原來係從細就很有領導能力，如果行到也可以真的要當一個整個樂團的 leader。管弦樂團的編制比以前軍樂隊多嗎？多很多。對，管樂團我們一上大型的編制大概都會70、80個人。但是有時候小編制50、60個人也會有，但是軍樂隊有時候出勤務都是，室外的話我們都一個陣列都是7個人嘛，有時候5、7、35，或者是7、7、49，以7個人的來增加。哇，差到有2倍耶！對，咁一開始係做帶領軍樂隊，後來就係學校畢業唄。那時候老師有掙扎，我要繼續怎麼走嗎？還是就很直接？其實我在軍樂隊8年，我就想要退伍下來。那在軍樂隊這8年呢，我參與很多龍潭的很多活動。那時候我就跟龍潭鄉長葉發海想建議說，龍潭是不是要成立一個屬於自己的，不管是管樂團，或者是山歌，或者是管弦樂團，或者是弦樂團，讓這個鄉鎮是有音樂，有一個代表的一個的團隊，那鄉長馬上就要同意了。對，那但是慢慢的，因為成立是蠻困難的，就我一退伍，2008年我一退伍，我就跟我太太，我們就成立了龍潭愛樂管弦樂團。完全無縫接軌。對，哇，那時候其實那是08年，對，08年，蠻大膽的哎，就8個小朋友。那我們現在做到這樣的成績，也是當初沒有想到是這樣子。一開始就有想講還要做小朋友哎，還冇，只是我只能有小朋友。本來是做小朋友，然後慢慢有社區，就是有大孩子，就是有爸爸帶着女兒來參加。不過一開始啊，像龍潭啊的陸地就係淳樸的客家莊，怎樣的 idea 會想我可以成立一個管弦樂團？因為俺人從俺 CC 時節，大部分人就是學鋼琴，不太會去再學到比較多樣的樂器。是團長怎麼會知道那可以成立一個管弦樂團？因為龍潭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它不像是一般的小鄉鎮，它有石門水庫，有使館局，它有中科院，有中研院，中山科學研究院，中研院有陸軍總部，所以很多外來的在這邊，所以它的水準其實是蠻高的。居民組成其實很多元，對，很多元。對。你剛剛一開始2008年講讓帶來小朋友嘛，剛剛你可以用哪一周可以慢慢越來越擴大到現在的規模？我那時候跟鄉長建議說，我們來辦一
个乡长杯音乐比赛，乡长马上就同意了，我们就办了乡长杯的音乐比赛，然后让这些学音乐的孩子们全部都露出来参加，我就知道哪边有不在招生，对。其实借由那个音乐比赛，你有点海选，然后对可以那个做的呢。对，然后再加上哈萨克国家管乐团那时候来，他到嘉义演出，嘉义管乐演出，然后我就请他，是不是在回程的时候来龙潭演一场？那乡长也马上同意了。那我们就请到哈萨克国家管乐团来龙潭演出一场，然后我才发现原来大家是那么喜欢艺文的，很多人都来参加，而且做得爆满。那隔年我就开始请日本的高校的吹奏乐团，然后也请过挪威的青年管乐团，所以龙潭是一个很有艺文的地方。就係其實每位一開始帶頭，能發現到其實大家係喜有嘅，大家都想要也需要音樂。以前我們可能會覺得鄉下大家冇喜有，其實唔係，只要有人願意出來做，其實大家都很喜歡。對。你喺某個時節開始想講，哪一個音樂團主要做客家嘅？你是一開始就覺得我要以客家為主嗎？對，我覺得因為在一場音樂會，譬如說我們第一次演出有8個孩子，然後他們有8個家庭來參加，慢慢的增加16個孩子，或者是20幾個、30幾個，這個就不是30個家庭，他會請他的鄰居朋友們來參加，然後就發現其實我們有很多客家的音樂，我們就來演奏客家的音樂，在地的音樂，發現大家都非常喜歡，而且很有認同感，而且我們在演奏客家本色的時候，大家會跟着一起唱，我覺得這就是客家人的精神。因為我們今年冇辦法把整個管弦樂團帶來啊，嗰時候我哋都用一個CD 來做推表，因為你其實演奏會場合，然後各種的表演非常多元。對。今年團中大家也利用嘅推表，一個都係音樂劇。對，這是客家委員會的原創音樂劇，跟苗北藝文中心合作的。那一天小紅出現，那在前年就製作，然後去年跟今年都有演出，那明年在台中國家歌劇院也有演出。由陳國華老師創作的音樂，我們龍潭愛樂管弦團是演奏的樂團。還沒出嘅一個原聲帶。原聲帶。那個係美國體片呢，也係輔導嘅。對，我們跨域跟跨界，到華研聯社邀請華研聯社董事長邀請我們來錄製、來創作這個佛教的音樂。那其實聽起來就是佛教生活化，那跟這曲聽起來不像我們平常很自私化的阿彌陀佛，聽起來像是電影配樂，非常的好聽。對。就係做非常多種嘅音樂。剛剛我團長非常貼派，就係你不是指，你剛剛你有點用音樂在做社造或文化的事業啊。你說團長沒有得到一個國從嘅一個獎，教育部嘅社會教育貢獻獎，也係112年度嘅。對，我們就一直希望把音樂放到生活裡面。那這個獎也感謝國立新竹生活美術館推薦我參加這個獎項，然後獲得這個殊榮。就是我們把音樂放到生活裡面，做的小綠人會唱歌，過馬路有音樂，垃圾車有音樂，校園鐘聲有客家的音樂，然後還有在公車亭龍潭公車亭等公車的時候也有客家的音樂。這都你自己想出來哦？對，我們的團隊一起來腦力激盪。管弦樂團除了有樂手，當然還要有行政團隊、藝術行政團隊。那企業組織的規模係點呢？我們有藝術總監兼副團長，就是你的太太監督我，就是指揮你的，指揮的。對。然後我們還有藝術總監，還有我們有3個行政老師，藝術行政老師，有樂團經理，然後還有最重要、最可貴的，就是在這些我們社區團隊的，就青年團的這些團員的家長，無形中都變成我們的一個很堅強的後援會。那這些後援會就是我每次就大型演出，他們都會來，就像是我們的志工一樣，就來幫助我們，不管是前台跟後台，讓我們非常的感動。因為做文化事業，
真的要钱也要人。对，好，黑某只有一个人的理念是做不起来的，他完全就会靠非常多嘅人叫他认同理念，对，想要叫他来听数，你也嘅地方来做事情。我说你像好多有看到团长就得到嗰度奖啊，能够有嗰度去拍的礼物，哎呀边有一个非常对，哇，这个是自己做的，这是龙潭地方士绅梁成福医师，他制作很多艺术品，他的艺术品还在巴黎的罗浮宫展览，所以这个是一个像扩音器一样，手机放上面它可以扩音啊，手机放这，对，它就是一个喇叭，像一个喇叭，对，不插电的喇叭，然后刻了我跟我太太对宜秀老师的名字，然后这边龙潭爱乐，就是要给医生送给你们，对，他来听了我们的音乐会非常感动，对，但我们很早就认识梁成福医师，然后他听了我们几场音乐会，他非常的感动。我们出国没有经费，我们去汶莱，去菲律宾演出，但我们有客委会给我们很多支持，那还差一些，他就慷慨的解囊帮助我们，对，就在实质上面，在精神上面，就非常感谢梁成福医师给我们的支持。因为周亚给要有很多天使对，所以刚刚讲到说我们的志工，因为在客家庄，就因为我看到，我跟我太太处理过到他的阿 Q 那边在主动，他家里有什么事情，大家都会来帮忙。那这同样在我们龙潭爱乐，我也发现，在客家庄有事情，大家都会一起。我觉得这就是客家的精神，对啊。有觉得是这样子，就会大家就发现那有时要听书，大家如果看安来啊，要变地洞，大家不知道刚刚有没有一直看到，也是很特别的礼物，因为团长一定很多礼物你为什么会特别带这个？就是在今年4月11号的时候，10号、11号有2天，从美国来的墨西哥的舞蹈团跟龙潭爱乐做了一个交流。对，那当然我们没有一起演奏一起表演，但是我们演奏完他们跳舞，然后完了以后他教我们怎么跳墨西哥舞蹈，然后他就送我这个，因为这个帽子是男生在跟女生示爱的时候，他可以用这个帽子，然后2个在里面讲悄悄话，或者是对。有这个功用。对。顾仲真的是，我们说音乐无国界，用音乐搞朋友，真的是团长这20多年，可能快30有快要没有啦，20多年，交了很多朋友对。各国的朋友，然后光是在龙潭。没搞也非常多朋友，对，原本你只是客家西龙，不可能交到那么多朋友，对。可是你现在在龙潭，就是也是一个很代表性的人对，我们2023年到汶莱，在东马的上面汶莱，那我们第一次去也是，申请的客家委员会的南向政策，那我们第一次在汶莱，但是我们跟汶莱客家工会有很紧密的交流。那我们第一次到汶莱客家工会，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建筑物。我们一下车看到它里面就写了一个字，让我们看得很感动。那字是，我到现在是记得是，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都竟很記得，係咪？也非常多關於鐵皮的故事。等一下呢，我哋要請團長等下呢去到以迄個所在，還有伊能貢獻我團的所在地去聊聊啊。我哋等下嗰度再來。不要水龙头打开，音乐就出来。那我们就在想说，如何让音乐到这个生活里面，就像音乐在空气里面一样，随时都可以感觉到音乐的存在。而且这音乐存在之后是要在地的音乐。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做这个事情。好，这里是公园路跟北龙路的交叉口，在龙潭爱乐管乐团在2019年跟2020年，我们做了一个小绿人会唱歌。在龙潭有4个路口，其实这个是其中的一个路口。那从早上9点到晚上的7点钟，那不管再过东向或西向的红绿灯，都会有听到
悦耳的音乐。那但是很重要的这个音乐呢，都是我们在地的客庄音乐。过马路是每天都会做的事情，但是龙潭爱乐管弦乐团让音乐进入生活中，让生活中里面有音乐，那这是最直接的。我在龙潭工作了8年之后呢，就一直很喜欢龙潭，就继续住在这边。那我太太是客家人，说哎哈嘎塞隆，所以我们会听得懂客家话，但是讲的不是很多。那因为住在龙潭，生活在龙潭，工作在龙潭。我觉得客家人除了勤俭之外很团结，然后对于整个在地的工作、在地的事物都非常的投入。在谈中到这个剧组，那你现在很清楚，因为我们当时一直在构想的一件事情是说，其实那个园区大家如果像这里是桃园的林潭街新创基地，他们在办鲁冰花的走读。那我们在去年的全国客家日12月27号，我们在12月28号办全国客家日的走读。那今年我们也是继续来办客家日的走读，让音乐、让客家的文学走入人们的心中，走入人们的生活里面。所以这个是可以然后还有最有趣的是。喜欢音乐，因为妈妈是国小的音乐老师，那我从小我们就弹风琴、弹钢琴，然后当然我在国小、国中、高中不是读音乐班，那到了大学我第1年也不是读音乐系，是读政治系。为什么会喜欢音乐？我觉得音乐就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了这个音乐可以让我们回到过去，也可以用音乐来认同在地。喜欢客家庄，喜欢龙潭，就因为我们把音乐让大家来认同这块土地。那也因为我们从龙潭爱乐开始创立的时候的几次演出，也开始演奏客家的音乐，发现大家对音乐是那么的喜欢，而且借由客家音乐能凝结大家的一个向心力。尤其那时候我们演奏客家本色，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们要把客家音乐变得不一样，让客家音乐让它提升它的一个层次。那我们也把音乐跟文学结合，也把音乐带到国外去。我们除了人形音乐小绿人会唱歌之外，我们在学校做了上下课的客家音乐，也在公车亭做了客家的音乐，那也在龙潭市场的垃圾车也放置了客家音乐。那这些种种都让客家音乐走入生活里面。每次我看到我们小朋友跟大朋友，还有我们的老师们在演奏客家的音乐，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龙潭在地的记号。我希望把这个在地的记号让更多人知道，让国人、让国际的友人知道，龙潭是一个不一样的乐团，龙潭是一个属于客家的一个管弦乐团。先来做客嘛，人来了，头都看到总凤仪团长带大家去到伊人的基地哈，韩国龙潭，人真的无孔不入呢。你讲呐，佢头都有讲到喺福教的钟声，韩国小绿人，韩国高凤强等的时间，啊，样片同主模都喺头都团长有讲，连睇嘅係咪季节，对，好来到人哋嘅投人的时间，咩係人的音樂。嘿，就是会想办法让这个龙潭爱乐的音乐到生活深入到，对，因为我们现在听音乐很方便，就像水一样，跟自来水一样，各种方式，不管是在云端或者是这些自媒体，就像水龙头打开一样，音乐就出来。那我们就在想说，如何让音乐到这个生活里面，就像音乐在空气里面一样，随时都可以感觉到音乐的存在，而且这音乐存在真的是要在地的音乐，因为我们在客庄的孩子们，我相信应该不管在哪边的客庄，他可能小时候长大是听迪士尼、听宫崎骏，那我们不是听我们客家的音乐长大，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做这个事情。你喺当成立某一九就想到两个事情嘞，一开始就有想到这件事，所以我们在应该是今年是第5年了，我们跟高原国小的阿卡贝拉剧团，他的高原国小客家剧团，我们就开始跟他一起合作，来推出了好多出的客家亲子音乐剧。那这些孩子有的不是客家人，但是他客语讲的比我还要标准，还会唱，对。就是上潘法本也个声音呢，伊能从细就从头到讲诶，
以糖豆诶，如果客家音乐，加以台耶，原来如果讲啊，就是大家会像剧场也是嘛，好讲大家唔看戏，唔去听音乐。啊，你从细就无看无糖诶，以台也拢会上到咯，对，就会对从细开始。对。当然，如果有，它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对，而且他影响的他不是他家里虽然不是客家人，但是他在学校唱客家歌、学客家客语，来演这客家的亲子音乐剧，他家人就会来，他就接触客家的音乐、客家的这个文化。韩国团中最厉害，俺们讲几度的文化的团体，伊呢如果有一个地图，对，文化地图。不过龙潭爱乐管弦乐团的地图很不一样。哦，对。哦，我们就给他介绍一下，呢作为文化地图。这是我们跟国立新竹生活美学馆合作的社区营造，那边就是龙潭爱乐的基地，像一个艺术扩散一样，一个辐射到每个地方。哦，对。韩国人还谈得到音乐，对，都有音乐，听得到导览，也有听得到音乐。然后最重要的是说，我们把这几年刚才讲到的小绿人跟公车亭，还有中生上下课生的中生的学校，我们都标明在上面。哦，对，哇，要跟文化地图路途一般规模朋友，一般可能是高危啊、湿地啊为主。对对。哎呀，个当然没有，不过还增加的音乐。对。哦。所以我们叫做文化地图。都是连堂的旅游，堂的唔係单枪介绍这个地方，是，还有一个地方嘅音乐。弄凶的都按斗事情后做啊，就是它里面的导览之外，我们还有把客家音乐放在里面，把我们跟钟兆正老师的文学结合在一起，成为交响诗，也放在这个里面。对。你这个观察到对于08年成立到今啊，用他采体大家对古典音乐、对管弦乐，这个有没有变化？大家的认知有，我们有时候演出的时候，我们会介绍乐器，就是管弦乐团并不是那么艰深，并不是那么树枝这个高楼一样，所以我们演出的时候会介绍乐器，会介绍乐曲。那我们在国家音乐厅演出的时候，我们会在演出前20分钟有个音乐会前的导聆，让大家认识这首乐曲，认识管弦乐，那就让管弦乐就像是你邻家的小朋友一样，所以我们也跟很多歌手、金曲的歌手合作，让管弦乐叫流行音乐交响化，交响音乐流行化。一个管弦乐团要做自费就已经很忙了，你又还要讲团总，你的时间怎么分配得过来？对，一天睡少一点嘛。真的吗？睡过少？大概时间很少，大概5个小时左右。我这个内人是艺术总监嘛，所以我们一起床，他马上在跟我讲今天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副团长其实也是很鞭策自己那种，鞭策我。然后要睡觉之前要讲说明天要做什么事情啊，交代好才能睡觉。呢，就跟他工作呢。唔会他爸会意见不合，也算嘛嘅，那这个要怎么？要用来处理？我们的公司部分，我们的计划要做的时候，都是我想东，他想西，但是都是可以坐在一起。就像一个可以平衡在一起。能够一起都平衡，就2个人其实某暗丘，你们其实没有那么相像。你估可以起都一个完全不相像嘿哟，差别关系，但是会因为平衡点来做这个事情。对，你讲互补有一点这样。对。刚刚你可以带团，你很有哪个风格？你是怎样风格的团长？怎样风格？你会他？你会凶吗？会啊。有时候就是我们跟老师团一起演出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对老师凶，但是旁边有那个小朋友一起演出的，就要先骂小朋友，这叫杀鸡儆猴。就他爸还有些方法，对。对，当然就是因为在军中对啊，所以我们大概会能组织这些。工作你们都没有过，就俺们莫 Q 他。工作后不会这样想，没有这样想过，不要一起工作好。有啊，也是每天都会这样想。每天起床都想，但是还是一起工作。对，还是要对。就会
其实有过多喜忧克服的事情，不过还是觉得其实对方还是我最好的助手。对，因为我觉得音乐就像我们的工作跟音乐跟生活都已经整个融合在一起了，就生活也是工作，工作也是音乐，就是整个融合在一起了。对，那因为你能做黑艺术，又黑文化思想，所以好像会比较可以去，他就比较不是忍受。因为可能而作为我们都很认同，对，也是想为你们的愿景是同样的，对，一样的。所以我们看，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把好几个学校、5个学校的小朋友集合在一起，在关西的茶厂演出。当那第一个声音下去的时候，哇，真的好感动。我觉得重要的是这些孩子，怎么讲？这些音乐都到孩子们心里面。虽然他们以后不会走这个音乐这条，但是这个音乐已经走入到他们的家庭里。不是说每天起床的觉得还要不要一起工作呢？这个就是小事了。因为声音的第一个音拉下去，你们觉得好，我们还是一起工作。等下还有一团呢，如果叫我来说，对于团长来讲有匹配音乐嘅设备到，等下录底下嘛嘅嘢，好，等下我都做啦。豪杰的 A12、A13的近战的音乐，融合了客家平板跟天宫落水，就是让外国的游客听到，这是属于这是在地的音乐。先来做客歡迎來了今日來到現場嘅來賓係龍潭愛樂國音樂團嘅團長陳志偉、莊鳳儀團長，也係團人哋如果叫他來說好事的吼，來看下是乜嘅事物對團長來講係有特別意義嘅，咁馬上請人哋處理夢本人。吼，難得唔係客家菜，係蔥油餅呢。不過基本嘅要先跟大家講一下，本來。黑團長而自己做，不過伊太無限嘞，沒有辦法自己做。不過還會偷亞紅都會表示團長是可以自己做出。所以我會自己做，就怕擔心人家看到這一集以後都要求我要做。那好像是很厲害哦。所以我們這個是製作單位做的啦。是看那跟團長的有沒有差很多？因為一吃就知道你們自己做的啦。天神的啦吼，不過團長，你做為什麼會喜歡做這個？我小時候爸爸教我做的，所以我會擀麵皮，我會做水餃，會包水餃。我們水餃的皮不是外面買，都是我們自己擀的皮。因為團長算外省，對，外省後代，對，北方人，北方人，對，山東，然後我從小在高雄長大，但是現在客家莊，對。不是說晚生人就會很常吃麵食，北方人都會。對，我太太第一次到我們家的時候，那時候還沒有結婚，第一次到我們家的時候，大家去盛飯，我說我們家沒有盛飯，旁邊是饅頭。甚至很少吃米飯的。也是有啦，就是有時候就是。但是麵食的比例很高。對。對啊，因為副團長係行年啊，就是想我們都會盛飯的。所以第一次會覺得很特別，對不對？對，然後從小生麵食，爸爸都會搞你也有興趣。對，然後就教我怎麼做蔥油餅。所以以前我們小時候在家的時候我們就自己做蔥油餅。那你做的會是什麼樣的風格？你喜歡的樣子？我會比這個厚，就會將我們去這種北方麵食館，對，厚的，對，有餡的，對。假如說要蔥花多要繞的話，那就要做法就要捲起來，再繞了再壓。然後當然功夫就是燙麵，然後讓麵洗麵。哇，它很講究的。對，所以我說看人家做蔥油餅都就問，所以你是用中筋的麵粉還是？現在一般都是中央廚房出來的，所以他不知道是中筋麵還是高筋麵。通常我們都用中筋的麵粉來做。你剛剛按摩韓是平常有可能自己做？很長嗎？你有很長自己去給他做？已經很久沒有自己做，但是小時候我們真的常自己。我講的小時候大概都是國高中的時候，我們都自己常在做蔥油餅。我有做一次給我太太吃，我在廚房叮咚弄了很久，她以為我在裡面洗衣服，做菜端出來，她很驚訝說她不知道我會做蔥油餅。好，我太太很深的這種英雄啊嚟。剛剛在龍潭喺度研究啊，好是客家菜哈。喜歡客家小炒啊，
相思大肠，我都喜欢对，还有那叫什么泡菜，是不是叫泡菜？泡菜係咪？泡菜对那個你也喜歡。有喜歡，對，哦因為阿 Q 啊或 Q 妹都會送我們。團上嗰啲派都係你錄下，睇高雄睇嘅，爸爸係個小教長，媽媽係英語先生。對，然後對你嘅教育係用嚟嘅，就媽媽也冇想行英語，雖然她是音樂老師。對，不是。只是想要你學而已。對，因為我們媽媽音樂老師希望我們學鋼琴，4個兄弟都有學音樂。對。係希望音樂錄睇你咧學快動作，但是沒有說你行一百要行音樂。對。沒有這樣想。所以你的兄弟姐妹有人同樣行音樂嘅哈，還是只有你？只有我。對。還真的只有你。對。剛剛後來去噶省立北管弦樂團。父母給反應係嘛嘅？爸爸媽媽也以我們這個樂團為榮。爸爸，雖然爸爸媽媽都不在，但是，我們樂團來演出的時候，爸爸媽媽有來看我們的演出，對。剛他以來謀生哈，他們沒有擔心你成立樂團很難謀生這件事嗎？還好因為我們我們家4個兒子，我排行老2，爸爸媽媽都不會擔心到我們的生活，都知道我們會自己照顧好自己，然後，每次我父親來參加我的音樂會的時候，因為爸爸我們住高雄嘛，他北上來龍潭參加我們的音樂會的時候，我都一定要介紹我父親，對，讓他覺得有這個很光榮。對對。你剛剛係個很周到的人呢，哈，就是你歸問問事情問啊，很周到，這是不是也是從細？老師看書，你會有領導能力。你後來有回溯，跟演員係嘛嘅哈，要很能領導一個管弦樂團740年，你覺得要有什麼特質？特質哦，但除了小時候爸爸也要我看幾本書，他小時候爸爸就要我看《孫子兵法》，看《戰國策》，對，因為戰國這種縱橫的方式是，這種外交的一種就是人之間的一種。然後有一些交流，對策略，對，我覺得《戰國策》裡面講了很多這種策略。對，那我覺得我現在還是把《戰國策》再拿出來看，然後父親會要我們看，曾國藩的家書，就是從小在這種以前那時候還沒有 Google，也沒有我在讀，我記得讀大學的時候，剛畢業那時候還沒有網絡，也沒有人查，碰到什麼字不會寫或什麼意思啊，我會打電話打電話回去問爸爸，他就像一個活字典會告訴我。可是晚歲真緊，爸爸就他的培養其實蠻明確的。對，而且我們在通信的時候，就是以前沒有 Line 嘛，沒有什麼傳訊息。你的爸爸會下信哦？對，他就用小楷寫信給我，那我就用，有時候很少用小楷在回信，那時間我就用鋼筆寫給爸爸，然後爸爸還教我怎麼在信封上要怎麼寫，不能寫我父親的名字，不能寫張玉光收先生收，一定要寫張宏宇家書，而且裡面的紙的信紙要對折的時候，一定要反折，就像是跪着的把信交給長輩一樣。對，他平輩的時候，譬如寄給朋友的話，信就要往內折，就像平起平坐一樣。我沒懂啊，爸爸以前過去我沒有搞壓豆呢，可是你都有記起來，我沒有記起來。爸爸就會很講究這些細節。對，可是可能對你帶團沒有影響。有，我覺得，爸爸的身教影響我很多。但媽媽在音樂方面給我很多的滋養。那爸爸在這個，我覺得在待人處事上面，還有應對進退上面，我覺得就從小就知道這個灑掃應對進退。我雖然那時候還不會寫這幾個字，但是爸爸從小就跟我講說灑掃應對進退。雖然呢，用沒行音樂一條路，也是你沒有刻意要他們走，對不對？對，雖然呢都會去個耳濡目染。對，我們也是耳濡目染的。都變啦，哇！你們就是整個音樂家庭呢，對，因為當女兒姐姐她也是高中才去讀音樂班，那也是我也跟她說，你要想好要走這條路，這條路不是那麼平順，是
很辛苦的。那当弟弟看到姐姐要读音乐班，他国中就选择就读音乐班，而且2个孩子都在走音乐这条路。让人家讲过啊，自费亚看事情，你从中获得最大是什么？指挥。指挥，我觉得最大的获得就是观众的掌声。有时候观众起立鼓掌的时候，就是音乐会整个晚，除了当然喊安口之外，起立鼓掌，他觉得对给我跟给我们台上的老师、台上的表演者是一个最大的鼓舞。对。那最近发生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位就是他第一次来听我们的音乐会，然后他就每个月捐100块钱给我们。他说虽然是小小的100块，但是他要一直捐到永远给我们，1个月捐100块。你第一黑曼影，你知道是谁？不知道，我就让我非常感动。是一个长者吗？长者，对。哇，一个阿盖阿婆。哦，一个阿婆，好感人呢。对。故说如何按呢？过多的观众本人的回馈，让你们就是有很大的动力。对。哇，这个听到真的是会吼。对，然后我们在旁边的陶杰的 A12、A13的进站的音乐，融合了客家平板跟天宫落水，就是让外国的游客听到，这是在地的音乐，也让游子回到台湾听到，这是属于我们在地的音乐。这个30秒音乐就是我儿子自己编的。我个听朋友，然后自费很妙，就是你看不到观众，好，其他公司录款那都，你都只有最后给鼓掌。对。英国马松路糖爱出，大家喜不喜欢，对不对？当然我们有些音乐会，社区的音乐会我们会介绍，一首首介绍，但是那种互动感让我觉得大家是真的喜欢，喜欢我们，喜欢音乐。对。亚看事情，英国就会一次做下去哈。你就很明确，你会有想要退休这件事吗？退休还是没有，就是每天都想。真的哦，因为还是很忙很累。对，但是我觉得这是应该我要做的事情。对，就是找到使命，还没对，给广告。因为看你做安斗事情，就是觉得他好像真的有一个使命感，陪行管度，感觉亚个事情是值得的。对，因为我很喜欢客家人那种挺强嘛，客家挺强的精神。对。你是挺强吗？你有很简吗？勤我是看得出来，有很简吗？但是就是你很喜欢这个精神。对。刚刚你用这种口拜爸爸教你原来以前做人处事的道理，你用潘法。他也还可以把它实践，然后实践在你更加提做的事情当中。今天非常感谢团长同俺的分享，同的故事，学习很多，多谢。我提示一下，虽然我觉得好可惜没有吃到你做。下次一定，下次来听我们音乐会。刚刚要提前提醒你，团长葱油饼做了没？俺玫瑰好吃给做没？我觉得那种很有馅的。他就是有的人的葱会先炸过了油以后，再放它切断，然后绿的跟白的葱白要分开来。所以它真的是很讲究。对。你的过程某朋友做出来的某朋友不一样，吃法对，口感也不一样。有人在和面的时候会放。